就好像啊，你家有一袋垃圾放了超过1季哦，香菇都快长出来了，你再给它喷香水，开空气滤净机，然后啊，希望啊空气很清新，这是不可能的嘛。大家好，我是七七老大，今天啊，我们讲的主题就是口臭。有些人呐，整天抽烟、喝酒、吃槟榔，左手啊是剥大蒜，右手挖榴莲，嘴里啊还咬了一把韭菜。如果啊这样还不会口臭哦，那陈水扁啊手抖也算相当的自然了。但是啊，很多专家给予的意见，不外乎啊多喝水，保持口腔黏膜的湿润；多刷牙，使细菌不要滋生；或者是啊吃口香糖，使异味能够去除。还是说啊，刺激性的食物，葱姜蒜哦都不要吃，干什么东西乱七八糟？你又不是蔡依林，吃东西都要吃水煮的。但是啊，我认为啊，这些都只能暂时的去除症状，它没办法达到永远的改善。就好像啊，你家有一袋垃圾放了超过1季哦，香菇都快长出来了，你再给它喷香水，开空气滤净机，然后啊，希望啊空气很清新，这是不可能的嘛。这就好像啊，老婆生气，如果道歉有用的话，出那么多香奈儿包包干什么？如果你想要改善口臭这个症状，那你必须知道它的成因，你才能够对症下药。那重点来咯，老大现在就教你怎么样分辨你是哪一型的。来，第一个讲的就是胃热哦，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胃热的问题而产生口臭的，有超过50% 的人都是这个原因。当你啊脾胃有热的情况之下，你的消化功能就会失常，食物啊那些腐热之气它就会逆向从嘴巴出来，那么就会产生口臭。除了口臭之外，也伴随着消化不良、打嗝、胃胀气或者是牙龈出血等问题。因为这一类的人啊，比较常暴饮暴食、喝酒、吃宵夜、吃饭时间不固定，或者是啊比较喜欢吃甜食等等，都会去加重你口臭的形成。来，胃热型的口臭推荐啊，大家一款茶饮，各位可以自己去中药房买，老大一样没卖啊。石斛6克，竹叶6克，黄连3克，生地3克，当归3克，把这些药材丢进600cc 的水当中，用小火去煮，滚了之后再煮10分钟，一天喝1杯。这个茶饮哦，它有一点点苦哦，稍微忍耐一下，但是哦，它效果非常非常好。基本上你喝1周，你自己就能感觉到改善了很多。来，第二种型叫做肝火的口臭。除了口臭之外，这一类的人啊，他比较容易平常心情急躁、精神紧张、常熬夜、压力大，常容易有心烦失眠。这一些啊，都会加重你肝火旺盛的原因。大概啊，有30% 的人口臭是这一型的。来，肝火型的口臭一样推荐一款茶饮给大家。来，白茅根6克，石斛3克，薄荷3克，夏枯草6克，柑菊花3克。这个茶饮啊，它可以滋阴清肝、除臭解毒。至于做法跟刚刚一样，600克的水，然后去煎煮10分钟，一天1杯喝掉。再来第三个，我们要看的是肺热型的口臭。它除了你的主症是口臭之外，它会伴随着其他呼吸道的问题。喉咙痛、吞咽困难、鼻塞、不闻香臭、咳吐浓痰，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，例如说鼻炎或者是扁桃腺炎。这时候一样有一款茶饮推荐给大家，用藿香6克、桑白皮6克、鱼腥草3克、麦门冬6克，它可以帮你清肺化湿除臭。做法一样。除了这3个内在体质的问题之外，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，就是啊，你口腔的一些疾病，例如说啊，牙周病、蛀牙跟牙龈炎，这些啊都有可能造成你的口臭严重。所以建议啊，定期大家要去找自己的牙医哦，泡泡茶、聊聊天。牙齿的问题一定要及早做治疗啊，这不只是口臭的问题而已，还会产生更多严重的症状。除此之外啊，鼻炎啊、鼻窦炎、扁桃腺炎这些上呼吸道的疾病，都会造成啊呼吸道分泌含有蛋白质的黏液，而这些黏液被分解之后，它就会散发一股腥臭味。所以你有上述这些呼吸道的问题，一样啊，寻求内科医师，寻求耳鼻喉科医师去做一些进一步的检查、评估、治疗。不管是中医，不管是西医，只要能解决问题，他就是好医生。我是七七老大。喜欢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订阅啊，订阅，爱你哦。